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4月3号，今天是圣周受难周的第一天。今天开始的经文都有4处，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节到11节，以赛亚书第42章第1节到第9节，希伯来书第9章11到15节，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受膏。在帝皇的时期，受膏抹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因为在基本上呢，就是要登基或是就任某种重要的职务，就如同不久之前英国的前女皇驾崩，那她的儿子查尔斯王子就登基就任了英国的国王。这个登基的仪式就有着受膏的意思。这个膏抹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在圣经的角度，在圣周里面，在耶稣基督所面对的整个的过程，他的身上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在崇高尊贵的过程或是这个目的的这个当中，其实有这个悲哀的过程。这一周开始是受难周，一般称为圣周。大斋节期即将进入最后的阶段，也代表着耶稣基督预备受难的日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在此之前，福音书记载了一段非常奇妙的事，就是透过玛利亚的香膏，耶稣基督受了膏抹。耶稣基督这样说：由他吧，就是他留下来为着安葬的日所要使用的。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但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2章18节的经文。我们若以这个皇帝登基的过程来看，耶稣基督又说到这个膏抹是为了他的死而预备的。那么耶稣基督的登基是在他死后。耶稣基督明白自己的呼召，就是为了世人，为了上帝给他的呼召，因此他决定谦卑至死，并且为世人的罪受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但如此，那一些犹太宗教领袖们还计谋要杀害被耶稣基督拯救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拉撒路，因为他的复活在当时候就成了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最好的见证者。这些宗教领袖的恨与嫉妒的心，就跟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的贪刚刚好就搭配起来，成了耶稣基督受难的推手。约翰对犹大的评价非常的不好。圣经约翰福音这样记载说，耶稣的一个门徒就是将出卖他的加略人犹大说，为什么不拿这香膏油去卖300块银子来分给穷人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真心的关心穷人，而是因为他是贼，他管钱，常盗用公款，他们的心是恶，但是上帝的旨意却是善的。透过这样的事件，上帝安排了他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来成就。如同上个礼拜六我们在读经分享中所引用的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9节，昨天在主日里面我们读了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他这里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原有上帝的本质，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的，他自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曾为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高举他，极于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民的名号。这符合了耶稣基督他所说的，那香膏是为了他的死而预备的。因着他的死，上帝高升了他，他就成了那超越万民的名号。我们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如同以赛亚先知书42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这样说，上主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拣选他，喜爱他，我以我的灵充满他，他要为万国带来正义，他不喊叫，也不喧嚷，他不在大街上大声宣讲，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火他不吹灭，他要给人类带来持久的正义，他不失望也不沮丧，他要在地上伸张正义，寻找的人仰望他的法则。上帝创造诸天，伸展天空，他造地和地上的一切生物，他赐给人生命的气息。主上帝对他的仆人这样宣布，我上主呼召你，赐力量给你，使你在世上主持公道。我要借着你跟世人立约，我要使你成为万国之光。你要开盲人的眼睛，领被囚的人出监狱，使黑牢中的人得见光明。我是上主，这就是我的名。我不让其他神明共享我的荣耀，也不许任何偶像同受赞美。我所预言的事已经实现，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新事。在事发生之前，先告诉你们。希伯来书也印证了这样的应许。希伯来书说，但是基督已经来了，他做大祭司，实现了那一些美事，他的圣幕更大更完全，不是人手所造的，就是说不是这被造的世界的一个部分。当基督通过了圣幕，一举而尽全功的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山羊和小牛的血做祭物，
却用自己的血为我们取得了永恒的救赎。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1节。上主啊，你不变的爱上达诸天，你的信实高入云霄，你的公义像大山刺立，你的判断像深渊难测。上主啊，人和牲畜你都看顾。上帝啊，你不变的爱多么的宝贵，人都在你的翅膀下找到庇护。他们在你家中享受盛宴，你给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你就是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照中，我们得着光明。求你不断的眷顾认识你的人，求你继续善待正直的人，别容许骄傲的人欺负我，别让作恶的人赶逐我。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受膏抹，为我们的罪，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献上怜悯的祭，使我们得救。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